大家好，我叫李维，我18岁，我来自凤凰省。高中毕业后，我来到万象读书。一开始我打算学习金融和会计，但不知道是命运还是巧合。最后我选择了学习中文。我在老龙学院学习中文已经1年了。我觉得学习中文真的很难，如果没有努力，没有目标，没有决心，是学不会的。学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决定开始打工。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当翻译，非常有挑战性，因为我以前没有任何工作经验，只在课堂上学过一些内容，完全没有实践过。工作的第1个星期对我来说非常难熬，因为我需要学很多生词，还经常被老板批评。刚开始我也有点难过，但后来我就习惯了。慢慢的，我对工作越来越熟悉，从以前经常被骂，到后来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我每天都努力背单词，练习听力、口语和翻译。有时候老板还会夸我进步了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这也给了我继续坚持的动力。不过这份工作我学到了很多，不只是中文，还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，如何面对压力和解决问题。我开始发现，其实我虽然年轻，没有太多经验，但只要努力，就一定可以成长。到现在，虽然还是会有累的时候，也会有想放弃的瞬间。我常常对自己说，不要放弃，总有一天我们的努力会带我们走到梦想的地方。我不知道未来的我会有多优秀，但我相信只要我不放弃，我一定可以做到。最后，我想对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说一句：加油，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会是属于我们的那一天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就结束了。谢谢大家来看我的视频，下次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